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8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顶个月22F51战机失事，经过27天，今早起7点外，伫咧南仁渔港附近找到失踪的飞官潘英俊遗体。明仔开始，有国外出场读册需求的民众会当自费注 AZ 疫苗，只要去有够8人，就会当开一罐。苏力基正经做强烈风台，不过气象局预估对西部可看无啥帮助。另外，中油提供乌石油的设备到乌船站。顶个月2台空军 F51的战机训练的时阵出意外，摔落大海，2位飞官是一位殉职，1位失踪。经过27天，今早起7点外，伫咧屏东的南仁渔港附近找到失踪的飞官潘英俊的遗体，目前已经把遗体运倒去台东。失踪的 F51战机飞官潘英俊的遗体找到啊！18早起8点外，空军一架乌鹰直升机飞去屏东，把飞官潘英俊的遗体载倒来台东殡仪馆。因为现在能找到就好了，我们后面赶快帮潘尊好好的送他一程有回家就好了。顶个月2日，空军2架 F51战机执行训练的任务，不幸伫屏东外海相撞滑落海。迄当阵，敢若找到飞官罗尚怀遗体，另外一个飞官潘英俊是失踪。经过国军27天以来出动陆海空搜救，伫18早起7点外，搜救前进指挥所的2车侦搜大队，伫屏东南仁渔港外口发现一个穿空军橄榄色飞行服装的遗体，徛伫石头棚内底。经过比对，是失踪的潘英俊飞官的遗体。咱潘英俊因牵手甲因爸母接到消息了后，是紧赶去台东殡仪馆。还是很完整的。空军司令部发新闻稿证实，这具遗体就是失踪的飞官潘英俊。台东地检署派检察官甲法医去殡仪馆上验，不过因为已经死亡一段时间，目前还无法度随判定死亡的原因。因这项基地是表示，后手会全力来协助家属办理飞官潘英俊的后事。记者综合报道。有去国外出场读册等需求的民众，对明仔载开始就会当预约自费注 AZ 新冠预防针。其实一罐疫苗会当予10个人注，不过为了提高注射的比率，指挥中心昨就已经宣布讲，只要有够8人就会当开一罐。不过即马有国内医生是表示讲，即马的限制伤过济啊，佮就爱佮继续放定条件，才会当予疫苗卖伫过期进前讨债用无了。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佮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的个案，是马来西亚籍40多岁男性，因为工课的关系，15来台湾，伫机场入境的时阵，发现体温有过氧，送病院采检了后，伫18确诊，目前已经扣列回零机场的接触者14个人。为了要提高国内注新冠疫苗的比率，指挥中心17已经宣布，一罐疫苗原底要有10个人才通注，即马为10个人放定，只要8个人就会当注。不过有医师表示，应该比较流感疫苗，扩大开放注疫苗的医疗院所。接种应该要比较流感疫苗，找个大卖场或者是体育场，那克服疫苗保存的问题，我们要用大的量去冲掉这个零头所造成的浪费。现在北欧国家很多国家都甚至都不要打了，甚至不要买了，那你还要在那边把它当作宝一样在那边，还要考虑到优先次序的问题，根本不必要的了。你赶快把它开放给所有的人都可以打，打完之后就把它赶快消完嘛，不然你这疫苗可能就是报废的。指挥中心表示，会观察后手注疫苗的情形，再佮考虑敢是要开放更较侪病院来注疫苗。4月19，也就是拜一，会开放商务、甲留学等的民众注文来注疫苗。相关的费用，开放会当注疫苗的31间病院内底，有15间已经公告。其中医学中心收费的规定，袂当超过600块，可比台北马街病院注一人是580块，成大病院是600块，也若区域病院规定袂当超过550块。亲像宜兰罗东圣保病院，一人的费用是550块，也若地区病院规定袂当超过500块。比伦部立华联病院是公告注一人收436块。在31家旅游医学门诊的医院来做，同时这些也都必须要有合约的接种院所。医学中心是600上限了，被收到的钱有超过刚刚讲的，可以提出来哦。曾仁雄表示，莫德纳疫苗按算伫5月份可能就会进口。若是有民众最近面临高风险的工课，建议会当先注现处是有的疫苗。有劳工团体建议指挥中心会当规划有薪水的疫苗价。也若曾仁雄是强调讲，因为牵连到多方利益的关系，目前还搁在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下晡，若是有出门的观众朋友，应该有感觉到天色雾雾，而且喘气时阵鼻仔甲咽喉拢痒痒。
因为头强风，甲中国的风背线总吹过来，全台湾包括外岛地区拢有受到影响。另外，咱全台湾拢咧望讲，风台疏离机会当替咱带寡雨水过来。虽然讲伊昨已经增强做强烈的风台，不过气象局预告对台湾可能无直接影响，干那西半部会略略落雨。受到过道热对流的影响，18中昼南投山区总算是落雨啊。其中德山镇的雨量超过21毫米，不过敢若有落一丝仔尔，对南投在地水库并无明显的帮助。也若疏离机风台的威力是持续加悬，加做今年头一个强烈风台，风台眼是规个看现现。气象局预告，疏离机伫2日会到离宋岛东平海面，而且会豆豆西对北平去。虽然可能会替正方平的东半部地区带来短暂阵雨，不过西半部的天气也是真稳定，对国内欠水的问题帮助是真有限。宜花东地区可能会受到这个2号台风所带来的迎风面水汽的影响，所以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另外就是中南部山区也有可能会有零零星星的阵雨出现，不过主要的降水还是分布在迎风面地区为主。那这个时间呢，就是在周3、周4、周5左右。宜兰头城的海沙部出现透风兼风背影响的情形，最近受到境外污染物的影响，中国华北的沙尘暴侵袭台湾，北部甲东北部是头一个受到影响，接落来会影响到中部、南部，还有离岛。沙尘暴上较严重的时阵，要有20个测站，测到对所有的人拢无健康的红色警示等级。空气污染物呢，随着东北风南下，由北部呢影响到中部地区，预估的影响时间在礼拜天下半天开始，对中部南部开始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那包括离岛金门、马祖还有澎湖呢，也都在这个轻微污染的影响范围之内。到4月19的时阵，环境风场是东北风，北部伫咧正风平，扩散条件较好，空气品质嘛改善。不过伫咧风尾的中南部是较高累积污染物，而且过道了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的高度较会加悬。云嘉南甲高屏等等的地区，空气品质也是感觉色提醒的等级。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资料，全台湾有10座水库水量剩无2成，亲像中部上大的德基水库都干那剩4%而已。这款情形，好到只好加一滴算一滴。水利署伫咧展文、架线、闸水坝等等的所在做真功夫。另外，中央嘛提供污石油的设备来污水井，希望会当顺利度过考环。下晡1点，嘉仙河道顶面地区施放1支盐井进行临港的整护。展门水库区域上款在18施放盐井，希望使河水库落一寡雨。因为根据水利署资料，全台湾21座水库有18座脱水量无到5成，另外有10座是在2成以下。刚好有锋面通过台湾，那因此我们在增温水库以及高屏溪的甲仙南河堰还有旗山等地区，我们就来实施人工增雨。即阵北部的石门水库脱水量26.1%，保利甲永河山更加无到7%，中部上大的德基水库敢若剩4%，明德是9.9%，李鱼潭7.1%，南部的展门水库只有11.6%。因应水情真无乐观，中央又加入救援，推出国家级的增油设备，伫李鱼潭净水厂外口不来挖矿换水井，要拼4个月完工。4月17号的晚上7点50分，然后目前的话进度是到深度16米，350米，附近的水井大概都是100多米，那我们是打比较深层的水井。88口的干旱水井，那我们希望在4月底前可以每天可以有4.8万吨的水量，那另外可以在5月底可以累计达到11.5万吨的水量。卖互用水道红顶、高雄市也展开矿化水井的时间，市长陈其迈甲水利署长罗建信到高屏溪来视察，要对矿化水井河流的设施来维持用水无问题。本来10口的水井要扩充到这个20口的水井，甚至还要再往上扩充。高雄市政府自己也有这些水井找井的计划，差不多是30口的这个水井。我们现在一天还有50万吨的水是从伏流水来，然后和高在那个时候我们超前部署有伏流水抽水的3万，再加9万的抽水，大概有12万吨左右。欠水真做全台湾的危机，相关单位除了想办法开源节流以外，也好让民众共同来节约用水，才法度顺利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今日来关心2条人类甲动物生存起冲突的事件。头先来看台湾猴。
高雄旗山3月因为有台湾猴走入去人的徛家厝内底，居民放炮啊，想要赶猴山拿煞着火烧。动保团体就表示，猴的栖息地若是去互烧了了，高山啊落山找者冲突就会更加严重，建议民众申请电网来防止高山啊装入去处理。一声炮声了后，画面正手边出现一阵烟。3月底，高雄旗山一个民众因为徛家附近常常有台湾咪猴出现，甚至会偷食新民的水果，就放冲天炮想要惊猴，想要到冲天炮煞飞入去山内底，引发火警。洪兰表示，当天适逢家中供奉的观世音菩萨圣诞，燃香放炮庆祝时，看见栖息在附近山区的猕猴，便点燃冲天炮借以驱赶猕猴骚扰，没想到却引发火烧山。民众放炮赶猴煞引起火灾已经不是第一摆。警方提醒，欠水期间山林内底拢是搭的树枝树叶，若是熄火会无法度收煞。动保团体嘛表示，放炮当然当暂时赶猴，可以去跟政府申请目前的一个防猴电网。那前一阵子还有去做一些像示范户的一些研究，签了电网之后的情况，其实防猴效果是蛮好的。那每年他们都会提供相关的补助给农民申请。动保团体提醒，不管是要赶猴，还是陪蒙烧金纸，若无适宜引起山林大火，猴会因为大个所在互破坏无实物，向山骹刷去人大个所在找食食，颠倒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人猴冲突。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高雄报道。刷落来看海龟，嘉义东少昨有渔民发现一只受伤的海龟，送去海参馆的半中路就不幸死亡。经过确认，这是一只保育类的海龟大杯。初步判断，死亡的原因可能甲倒脚的空喙有关系，怀疑是去互渔网啊甜着伤。海巡人员真细腻，捧着水盆，准备将受伤的海龟刷到车顶的倒水桶，再登去安检所安置。17早起，嘉义东少的云港安检所接到通报，讲云港港区发现受伤的海龟，有是赶紧去救援。本所立即将受伤海龟带回所内安置，并通报海洋保育署、嘉义县政府农业畜产保育科、国立屏东海洋生物博物馆协助，并利用湿毛巾将其覆盖，并放置软垫，避免腹部受伤。海参馆的人员经由细心判断，这只海龟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做极为状态保育类海龟带美。经过测量，背架长大约30公分，宽大约27公分，真细只，是真少年的海龟。通报的原因是发现说，这只海龟有不明原因漂浮在海面上。我们后来检视的时候，它的左侧的前肢其实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开放性的一个伤口啊。目前初步的推测，有可能是之前有被废弃网去缠绕住。这只受伤的海龟原本要送转去海参馆治疗，但恢复健康了后才放生。可惜因的海龟救回来时阵已经真稀了。17下晡，伫送往海参馆途中就死去。也不过死因是不是甲前脚的空隙有关系，也等待海参馆来解剖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伙来关心，英国的王室将伫咧温莎城堡为菲利普亲王举办丧礼。因为防疫限制，人数袂当伤济，参加的人大部分拢是女王翁阿婆的亲戚。英国各地放礼炮，甲过身的菲利普亲王，也就是伊丽莎白2世女王的翁婿相识。17日天，英国王室伫咧温莎城堡圣乔治礼拜堂举行菲利普亲王的丧礼。女王伊丽莎白2世穿乌衫参加，伫咧丧礼开始进前，带领大家默哀1分钟。With grateful hearts, we remember the many ways in which his long life has been a blessing to us. We have been inspired by his unwavering loyalty to our Queen, by his service to the nation and the Commonwealth, by his courage, fortitude, and faith. 这场丧礼是无开放民众参加，因为新冠疫情防疫措施，现场敢若开放30个人参加，所以有来的人大部分都是女王因翁仔某的亲戚，亲像是王室的查尔斯、安妮公主、安德鲁王子等等拢有来参加。查尔斯因后生威廉王子、甲哈利王子嘛有参加这场丧礼。哈利王子专工为美国转来英国，也若因牵手梅根是因为有心，考虑到医疗的因素，才无得咧转来。
首相强生为着要让位给亲王的亲属，所以嘛无去现场。不过，伊伫官方的一间别庄契克斯庄园看转播，嘛同步默哀。I think I feel a lot like a lot of people, very sad. And of course, when you live in Windsor, it's very easy to feel such a part of it, feel very close to him. I think this is a time where we've all been able to come together and share that grief. And I think in the past year, we've realised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there for each other when times are difficult. 菲利普亲王的大厝会安伫圣乔治教堂皇家的墓内底。后日了，英国女王若过身了后，因两个会待伫英国乔治6世纪念教堂。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美国国务院公布美中气候危机联合声明，表示两国答应甲对方各有其他国家合作，应应气候变迁的危机。而且华府后礼拜就要开气候变迁领袖视讯峰会。美国这边是表示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收到邀请。美国总统气候变迁特使凯瑞则是到中国上海，甲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等人闭门会谈，讨论气候危机。是拜登上任了后头一位访问中国的高层的官员，不过时间全部拢无公开行程。17伊到南韩了后，则在首尔记者会上公开来接受访问，表示美中两国会对着气候危机共同来合作。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work together to address the climate crisis. I think this is the first time China has joined in saying it's a crisis. 在这个时阵，美国国务院对外公布美中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内容指出，美国甲中国答应互相合作，并且甲其他国家共同来应应气候变迁危机。在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甲巴黎协定这个多边协议合作，两国也努力达成巴黎协定所讲的，确保本世纪末进程气温上升在2度以下，并且努力控制在1.5度以内。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美中合作至关重要。中方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巨大努力，美方愿与中方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加紧落实巴黎协定目标。美国总统拜登会在2日主持气候变迁领袖视讯峰会。凯瑞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接受邀请，相当其他已经参加，即阵也无清楚习近平是不是会出席。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咱来关心国内消息。因为新台票日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汇率报告当中，台湾是符合牵涉操作汇率的条件，而且报告内底阁有讲到，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可能伤过低。针对这项报告，中央银行是强调讲，台湾的汇率政策只是为了稳定金融市场。美国财政部进前公布的汇率报告，过去一年包含台湾、越南、甲瑞士拢符合牵涉汇率操纵的3项条件。不过，因为无有够证据，拢无被列入汇率操纵国家的名单。不过，台湾确实被评估是台票汇率被高低，引发台票是不是上俗的讨论。我们的汇率政策都是在维持有秩序的一个外汇市场跟金融稳定，并不会说去意图去获取不公平的一个贸易优势，或去影响国际收支的一个调节了。央行特别澄清，强调台票汇率已经稳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价平衡的水准。学者是分析，疫情影响之下，确实无适合沿用3个标准来评估，而且最近外资大量流出，造成台票贬值，对着出口贸易有利。很明显的，我们看到我们高科技出口带来的汇率的这种台币的这种升值啊，大的打压其他的出口业，汇率回贬啊，能够让台湾的这些其他的产业啊，能够生一口气。学者强调，因确定的是疫情影响因素也低的，未来国内产业结构一定会出现一波真大的重整甲变化，就看政府安怎来应用，才有法度减轻对产业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的前发言人丁仪明，去年11月因为讲台北市牛肉面的冠军有用正肉整的牛肉引起争议来请辞，有报道就指出，丁仪明即阵伫咧行政院做顾问，一个月薪水大约是11万，又搁引起讨论。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证实，丁仪明确实是行政院的顾问，这是因为个人的经历甲专长，希望会当提供予院长相关的建议，协助政策的沟通。也若是外界质疑讲，这款用人的方式敢会影响到文官的体系？罗秉成是指出，国民党伫咧执政的时阵，行政院一直拢有机要顾问，这本身甲公务人员的系统无同，请丁仪明做顾问有照法律的定数。2月28公投剩4个月，国民党宣布讲要伫咧全台湾办500场的宣传演讲，
来有关反来猪甲公投北大选这两项的投票率。民进党是强调讲，会继续甲人民沟通，来因为别人的活动对立无人。过关来猪滚蛋，中投过关来猪滚蛋。提到粉红色的猪仔囝宣传车，228公投，敢若剩4个月，国民党18宣布展开828反来猪拼公投，全台宣讲，要在5月底走遍全台湾，展开500场以上街路上的宣讲，就是要来催关反来猪甲公投北大选两项公投的投票率，由党主席江启臣担任反来猪公投小组调一名。我们要正告民进党的朋友们，你错了，只要你的政策不符合民意。跟民意背道而驰，民意的力量还是会透过直接民主、直接民权来伸张。标示在哪里？1000多吨呢，其中另外还500多吨是内脏、大肠，还有肠衣，这些标示在哪里？根据卫福部的猪肉仪表榜显示，对今年截至4月15为止，进口猪肉占的比率是10%，其中美国进口猪肉已经进口1087吨，不过内底显示是零检出。国民党质疑市面上无看到任何美国进口猪的标示，标示管理是不是无落实？进口的猪肉是逐批的检验，换句话说，每一批都会验。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猪肉进口的部分没有验到任何的莱克多巴胺。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也应该跟台湾人民说清楚，为什么同样的国际标准，国民党当年开放美牛，现在却反对开放美猪？国民党也指控府院决定在反来猪公投进前未进口来猪，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澄清，这是进口商基于市场的考虑、自主的选择，政府无多干涉。民进党强调公投不是作战，会继续向社会大众沟通公投政策立场，也批评国民党公投不应该论做政治的操作，回避国家发展谋取政治利益。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台湾读书社自20多年前就咧推广台湾文学甲调查地方文史。去年透过嘉义市政府的补助翻厝，将重新营运。台湾读书社文化协会表示，这边的整修重新展现新农区建筑的结构，增加使用的空间。未来嘛，更较注重台湾文学的收藏。木造天棚的结构，设计顶面拢是台湾文学作品。1995年，伫嘉义成立的台湾图书室。2011年为原本的地下室刷来遮了后，因为空间无够用，去年摕到嘉义市的补助整修，17日重新对外开放。台湾图书室来提供所在，提供这个台湾的文化册，来推广到这台语的文化，甲一寡各方面的知识。因为阮细汉拢伫遮咧读册。读到足侪无同款的台湾的文化，对阮的心内即个冲击真正是一个足大的无同款的世界观。所以我感觉台图是阮嘉义市上重要的文化力量。台湾图书室长久以来伫嘉义投入文化资产保存甲文书调查的工作，因希望会当甲调查保存的资料，当作是家己学的内容，利用新增加的空间办理课程活动，传承给在地少年朋友。台湾图书室也是一个阅读空间，我们很重视的是台湾文学跟台湾这个台语文母语的这个传承跟教学，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跟力气让像我这样子台语不好的人，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空间学习到自己的母语。经过半动画的修整，台湾图书室伫隔壁阁增加一个会当使用的空间，嘛恢复这间开幕建筑原来的模样。台图表示，会延续蒋渭水创立台湾文化协会的精神，继续推广地方文学、台语文甲台湾文学，嘛会成做公民社会运动的基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的早暗会较凉冷。只是各地头甲外岛地区，大部分是多云到好天，敢若东部阁有屏东会小可落雨。过到了后，中南部的山区嘛落地渐转好。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8度到28度。中部地区21度到29度，南部地区22度到30度，东部地区17度到25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15度到25度，
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薇，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